喺收銀處使用 Good 分優惠。當客人揀選咗心水貨品後，去到收銀處，客人向服務員表示想行使 Good 分嘅優惠。唔該，我有個 Good 分嘅優惠想行使啊。好啊，再將優惠券展示俾服務員睇，然後按使用優惠券，客人手機上面嘅 QR 碼掃描器就會啟動，客人只需要向代表商戶嘅 QR code 掃描一下，優惠券嘅巴曲就會顯示喺客人嘅手機上，咁樣就代表 Good 分嘅優惠已經成功被行使咗。如果商戶想儲存起 Good 分優惠資料，服務員可以有3個選擇：用 POS 掃描客人手機上嘅巴曲，用人手輸入客人手機上嘅巴曲，或者用 POS 掃描預先列印好嘅優惠巴曲。之後服務員好似平時一樣收取客人現金或信用卡，整個付款程序就完成啦。